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新社国际会摊节开1亿外块这个经费，平常日游客就有较济。因故民众发现讲，高龙车边啊流动便所区连接美食团圆区的路有20多公分的悬架差，无这个无障碍设施，坐轮椅的、塞囡仔车的人拢用光的，老大人甲囡仔经过这袂输你行障碍赛。怨叹讲，这规一个活动动线的品质真歹。针对这点，台中市政府讲，因为迄规排200多公尺、20外单位美食区是私人招商的，无伫公家管制范围内，安尼因竟然引起市民的不满。用手我们一起就好了。来，民众说处理人是国际会摊节，经过这段路看起来坎坎坷坷，所以人同齐跟轮椅、跟管个跟家，对家属来讲是真无方便。要抬哈，没有无障碍哈。坐轮椅的感觉真无便利，说红婴车的爸爸妈妈嘛感觉贵人稀累累。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啊？有一点。路途坎坷，关节差超有20-30公分，老爸老妈阁有4个岁囡仔爱带，趁天气好出来耍，来到这袂输伫咧参加障碍赛，西到有够忝。这是台中市新社区当地咧举办的国际会摊节。路做了不好的所在，就伫咧接送公车、流车附近，含流动便所边仔，跨过障碍路，就到未在所在。民众伫咧戏海讲，中央含地方同齐举办，开超过至少20的活动，奈含无障碍通道，都拢歹做。原来这规排超200多公尺、买20担的美食摊，唔是市府招商的摊，是私人来设的。为着互民众莫行毁私人设的摊消费，才无设无障碍通道。主管单位农业局佮强调，原本流动便所的所在，含私人设的摊中有用铁围篱加开，后来敢是扣人私底下占开，落尾会对私人摊的地主开发，卖甲围篱补起来。不过规排摊的所在无标示清楚，非市府招商。民众消费敢有保障？另外一个所在下规定的单，环境嘛可能受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